大家好，又係我米哥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下幾款地氈。好，第一款呢一隻25蚊嘅，係啦，棉地氈啊。咁另外呢一邊咧有呢個防滑嘅底層啦，放喺地下冇咁容易跣低啦，同埋咧係比較軟熟嘅，同埋佢嘅吸水能力都會比較強嘅。咁啊25蚊一塊，25蚊一塊。好，咁我哋介紹第二款呢一隻28蚊一塊嘅動物地氈啊。咁佢嘅毛毛咧，同啱啱嗰隻咧差唔多，都係咁柔軟嘅，咁吸水能力都 OK 嘅。另外呢邊都係有翻呢個防滑嘅底層啦，同埋咁卡哇伊嘅貓貓公仔圖案啦，仲有呢隻兩款唔同嘅，係啦，咁啊屋企有小朋友就啱晒啦。你再介紹多款俾大家，就係呢隻浴室斜紋泡泡防滑地氈，成塊咧都係膠嚟嘅，仲有埋呢個吸盤咧，可以幫你絕實個地下。你沖涼嘅時候咧，個旗杆啊擺塊喺嗰度咧，咁啊唔驚跣親啦。呢一隻20蚊雞啫，20蚊雞啫。集就介紹住咁多先。大家想知道更多嘅產品唔同有咩功用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啦。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